校長、各位老師、各位嘉賓，你哋好，我係一師班嘅劉天晨。我平時好鍾意睇書同畫畫，但係我最鍾意嘅呢就係跳舞同表演，因為舞台可以帶俾我好大嘅自信，同埋我好鍾意帶歡樂俾大家。我好開心喺周回千禧學校度讀書，因為學校活動超級豐富，例如我最鍾意嘅萬聖節派對，全校老師一齊扮鬼扮馬，仲有外籍老師同我哋一齊玩英文遊戲。身為周末劇團嘅小演員，我哋100幾位同學演出校長嘅精彩劇本，老師盡心盡力咁樣同我哋一齊練習。我深深感受到相協作嘅團隊精神。喺9月6號推廣日，我會喺創科教育室同大家講 STEAM 嘅資訊，大家記得要嚟揾我啦！記住投我1票啊！多謝大家。